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。早晨，歡迎收睇10月20號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呂旭升。受到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影響，今日廣東沿岸嘅風勢係頗大㗎，而吹住大北風咧，今朝早嘅天氣都係涼咗少少㗎。截至朝頭早大約6點鐘，各區嘅氣温咧係介乎25至到27度，而同尋日相比，大部分地區嘅氣温咧都係下降咗2度左右㗎。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見得到咧喺廣東沿岸嘅雲量咧唔算太多㗎。我哋預計咧喺雲與雲之間咧，今日都見到啲陽光㗎。而同時間咧喺南海中部咧有個熱帶氣旋，佢係熱帶風暴風神。我哋預計風神咧會喺今日逐漸靠近廣東沿岸。天文台考慮會喺今日下午5點至到7點直接發出咧3號強風信號，直接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㗎。市民請留意啦。而預計咧受到季候風影響，風神咧會喺聽日咧逐漸轉向西南方向移動，並且係減弱㗎。至於天氣方面咧，我哋預計受到季候風同埋風神嘅共同影響，喺未來2、3日咧，廣東沿岸嘅風勢係頗大，有雨同埋咧係氣温持續下降㗎。所以翻嚟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而最高氣温會係大約29度，稍後咧會有幾陣雨，而晚上市區嘅氣温咧會下降至23度左右，新界會再低1、2度。而風方面咧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，離岸係會吹強風，而高地嘅風力咧會係達到烈風程度㗎，可有大浪同埋湧浪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計未來2、3日咧風勢仍然係頗大，多雲有雨。而星期2同埋星期3嘅初時咧雨勢會係較為頻密㗎。而氣温方面咧，星期2至到星期4咧市區嘅氣温咧會顯著下降至19度左右，新界會再低2、3度㗎。市民請留意啦。而咧海會有大浪同埋湧浪，而晚上咧部分沿岸嘅低窪地區咧可能會出現水浸㗎。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。呢一節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見。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呢節新聞報導完。升級體